就是每日予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有时无想生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 你嘛去想一个办法，看有啥物办法通紧找着其中一个，安尼嘛好，通互一精神安慰啊。我有办法，阿妹婆啊，出来了，放心放心，看可能看可能。你讲啊，咱第几摆哦，拢是咧问问个呀，对无？对啊。这摆哦，咱较认真咧。认真。北京的餐厅哦，咱逐间都只话家食。 第一间若食无食，第二间，第二间若食无食，第三间，食到尾一定食出来。好啦个，等你咧讲笑话哦，啊你是当做咱较早，啊伫咧庄卡伫咧灌大尾啊安尼，啊水甲倒落，啊大饼就走出安尼啊。讲遐话，啊无你这个句有较好的方法了？我有。哎呦，这还是我这个方法较好啦，对无？难啊，妈，什么代志？ 春兰啊，我答应秀兰，要找伊的子孙啊，咱就是湄洲啦、福州、泉州、厦门、杭州，满世界咧去透透，找拢无，安尼要安怎着好？妈，咱一定找会到的啦。我知啦，你又伫要搁讲？ 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阿伯伯啊，阿伯啊，像人来讲，安尼无唔对啦。这吼，我可能有一个感觉，咱真紧就当找着建华啦。对，啊，以我第六感吼，99.9%吼，一定吼会找着建华。对啦，对，阿伯伯啊，啊以我第个句的第7感哦，有哪是会当找着建华？对啦，你放心啦，对啦，放心啦。山哦，山，母啊，敢有？啊，万你长啥？哪会几啊条？无啦，一条行啦，才有几啊条？一条行嘞。 阿伯啊！无安尼，无冰。哎呦，阿舅啊！咱无多啦，咱无冰，要阿婶讲，拍几多通电话以后，讲无冰格啦。你无甲吹哦？吹4、5通啊，这来咱台湾的哦。开了看几路，一闪嘛送到位。免烂啦，无冰格啊？系啊，无啊。我敲电话甲去。可能呀，免拍啦，无效啦。这个我甲吹偌久安尼，规转呢，唔插人啦。哈？这。 无别去你。我来，好去。记得啊！春姐用。加感情啦。我好去冰格啊。建华，阿伯伯。建华。阿伯伯啊，建华，唔是啦，我唔是建华啦，我水去啦。对啦。我啦，阿伯伯，我水去啦。 Hello， 是你啊！妈，你精神啊？咱家倒位？咱这是北家饭店啦。嘿啦，北京啦。哎呀！不，请客客气，来，也无。
晓啦晓啦，来，哎，好体力，才体力，体力较舒适哈。起来，来，阿姑啊，好啦，这甲有一个，好啦，来。我看到建华呢，啥建华，看到建华，有影啦。我看哦，开一间餐厅，啊无生意无好诶。哦，真实的有看呢，我无骗你呢。来，你带我来找建华来见。无咯，这妈，你唔通安尼啦，今日来休困，你即摆人身体也无好，等到你若身体好吼，我才带你来找，吼。对啦，阿碧婆，你即摆身体无好伫个对无？啊，听出咱的话，啊，咱病院哦，甲你身体吼静养好了后吼，咱较来找人，对无？对，可能哈，搬去到三工，对，顺了，来，上个病，来，进来，阿碧婆。唔免啦，我即马人是好好的啊，无安怎啦。敢若要先生看，啊，你著紧带来找建华就好啊。无啦，哎呦，来，对你唔通安尼啦，拜托的好无？你紧倒来休困啊！你即摆人身体无好，你来好啊静养，啊若找人个代志，互阮三个来找就好啊。对啦，孙奶奶讲安尼有理啦，哎，你好啊休困。啊，万不你哦，身体还未复原，啊，你若找到半路，啊，搁叫倒咧，啊，就害嘿。你是我是有啦，我那个，我是可别安尼讲啦，我是讲咱大家拢少年人，脚咧走较紧，咧找嘛较找着安尼啦。好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无因三个去找就好啊啦，吼。嘿啦，啊，出来啦吼，踮遮照顾你啦吼，啊，阮三个来找到，好吧？安尼好，安尼恁三个哦，紧去甲我找建华，等下我看。好啦，好，无就拜托你了哈。我来去啊，啊，你啊，找我哈，好势，真来，放心啦，阿伯，紧啦，咱三个较认真做者吼。会啦。对啦，妈，你一定真认真找，咱先倒来休困，吼，莫操烦。声，亲像是阮心声，只有一脚蹄上陪伴我一直行。啊，轻轻来叫一声爸爸、妈妈，两比你啊真勇敢。 春兰啊，妈，你咧叫我先。春兰啊，即马是几点啊6点啊啦。啊，最近还袂转来上，因啊坐到还袂转来啊。可能随倒转来。啊，来啉茶。最近哦，甲苦力的猪姑姑啊，做人哦实在有够好的啦。是啊，妈，
因知影讲哦，你要为着办是爸爸心愿吼，找到遐尔辛苦，即摆爬到柠檬床顶了后吼，因着逐工拢伫外面吼，一直咧找你知无？啊，我看因找到遐尔辛苦，甲问讲吼会忝无？伊拢讲袂忝呢。找2工啊，拢无见坏的消息咯。妈，你放心啦，妈祖若看你找人找到遐尔辛苦吼，一定足感动，相信妈祖一定会保庇你。春兰啊，我想咱转来台湾哦。转去台湾，妈，你是毋是咧甲我讲算笑的？爸爸生活还袂完成，咱哪有可能转台湾？唉，春兰诶，也是你较了解我。唉，想起较早，恁老爸哦，有影对我真好，40年来，毋捌念讲秀兰一句话都无啦。但伊已经死啊，对伊的遗言，就是叫我拢来看伊的母囝。春兰，你著甲我斗会记。第一啊，我爱为恁老爸达成伊的愿望。若无我吼，永远这心肝也袂清，永远对不起恁老爸。安尼你知影无？我知影，你做你放心，无论拄着啥物困难，搁较艰苦，咱一定要去甲完成，完成你的心愿，吼。妈，无你休困者，吼。好。你是足伟大的，我有你这个妈妈，我感觉足幸福的。恁倒来啊？人有找到无？无啦。哦，孙兰啊，我总食11斤啦，3顿食11斤呢。啥？3顿食11斤？嘿啊！哦，对我你遐困一下，我小运动一下。哦，春啊，你都唔知影？我即摆好咧一项安尼讲说互你听。透早7点开始食饭，9点食面，11点食面线，12点食中昼饭，1点的时阵隔壁去食川菜，到3点哦，我有一间咧收大的时咯，阮三个去带你去食，食到4点出来。开始休困1点钟，你的北京公园了，做运动啊，再加上互你我消化一个了后，暗时啊从你北京咧北京烤鸭，上爱不要食咧6斤，按透早咧开始给你食，食到营养出来顿啊，总共拄好食11斤，报告完毕。好啊，姑奶奶，你莫搁讲啊啦，春兰啊，迄是讲哦，这个牛啊食到遮尔少的啊哦。伊仔日哦食上饱，你看，我这粒肚这大粒，哦，足艰苦。原来恁这是默默给欢喜的消息咯。啥物在问名？阮三个食饭的时阵哦，都轮流去厨房找呢，找来找去吼，哦，嘛是找无啦。真是拢找无。春兰啊，惨啊！我妈妈你救我啦！这春兰啊，妈，水来啊啦！舅公啊，别安怎？我妈一定要问要找人的代志，啊，我是要哪讲啦？春兰，这个暗顿，你妈妈迄哦，你小甲换一个啦，小甲换者。小甲换一个啦。春兰啊，好，水来啊！来。春兰啊，春兰啊，妈，春兰啊，爸，你叫我晓。啊，你若安尼唔倒休困啦？安尼啰啰嗦。无啦，
我是咧问讲，啊，水鸡敢毋是转来？你若我来叫伊入来啦。因倒来无毋对啦。对啦，妈，这因知你想要食米粉吼，啊尾倒来，你巴肚一定要吼，来先食。无啦，食的慢慢啊来啦。我即马是咧讲水鸡啊，有带建华转来无？妈，这足棒，你有米条吼，来先食看觅来。哎呦，我都甲讲食是慢慢啊来，我即马是咧问讲水鸡啊吼，有带建华转来啊袂啦？来啦，妈，咱先食，等下才讲啦，吼。哎呦，你这查囡仔呢？我心肝内即马是咧急讲水鸡啊，看有带建华转来啊无啦？阿妹啊，阿妹啊，我来报告一个消息，报告一个消息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消息，嘿，报告消息，阿妹啊，哦，天大的消息啦！是啥物天大的消息咧？是谁？我讲吼，我已经找到吼建华咧。你找到建华？为你精心付出偌多。我讲吼，我已经找到吼建华咧。你找到建华？对啊。真是咧又骗我无？我无骗你咯。你问出来啦，咱无骗啦，找到啊，找到啊，找到啊。无啦，你哥哥啊！阿妹无啊？你哥哥啊！给你。阿妹无？阿妹无啊？还一个。阿妹无？啊是啥物代志啊？这欢喜啊？对。哎，人最近哦，甲我讲，你找到建华，这个这么欢喜的消息，你敢袂晓甲我斗欢喜者？对，欢喜。找到建华。对，找到建华啦，有啦，咱找到啊。对。阿妹无？哦，若找到建华，是真有够欢喜的啦。啊，讲到建华这个人哦，确实无会讲，对阮三个偌好哟，按一个活人都换车走哟，剩阮三个只，安娘话你看嘛，这看到啦，你看发电啊，我讲，我嘛有。实在有够好的。无啦，阿妹无啦，建华哪有找到？你讲啊，你即马讲啥？讲建华无找到就是啊，有啦，嘿啦，这个出来吼，意思讲吼有找到啦吼，但是伊吼较慢较要甲你讲，啊，互你好安尼欢喜一下安尼咯。对，我迄个咱拢讲了啊，我拢甲阿พี่无讲了啊，啊哥佬嘛甲讲，对无？所以你唔免得骂安尼，你知影？对啦，哎呀，不是啊，第个句啊，好啦，所以讲你咧讲就无意思嘛，对无？啊，咱这个代志哦，阿匹婆啊，春兰啊，啊，甲傅公啊，阮四个人拢知影。啊，你讲你嫁落无成啦，免嫁落无成啦，无成啦，无成啦。阿匹婆啊，吼，找建华，真正找到有够艰苦啊。真是的哦。嘿啊。哎，即马留伫倒位？你有甲带来啊无？有啊，后摆无人建华伊哦，伊都有。伊就推10点对无？对啦。阿妹啊，你即摆伫市外吼，规一间餐厅偌大间的咧，啥物手艺展，佮翁仔某偌认真的呢，拢无请人家己补货，好啦对无？对，家己去补货对无？家己补货，真的嘞，家己补的咧。我这实在有够辛苦，我要来甲看一撮。嘿，妈，哈，无咯，即摆这暗啊，你是要倒找人？问我直接去看啦，吼。那是咧偌暗，人甲找着吼，3更半暝无要来甲我看。无，迄个，阿妹无啦，无啦，阿妹对找。你哥哥，你即摆讲啥？我讲正经的啊，你是好。嘿啦，伊是好啦，你要笑哦。对啊。哦，这只蠓仔真好大只。哦，蠓，嘿啦，蠓啊。阿妹婆啊，
迄第二句话意思是讲哦，建华餐厅开遐大间，啊生意遐好哦，迄拢伊家己要做的料理啊，爱回吼，拢嘛伊家己去补的，你毋知新鲜。哦，那因翁仔某哦，真正袂讲，迄为着要补的哦，偌辛苦的哦，迄爱坐火车就要山内底，鱼仔买啦。如果啊，建华是毋是安尼甲你讲啊？对，伊讲拢安尼讲，拢安尼讲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是啦，对，啊生意要做吼，啊为着家己去拣，这会新鲜，人家食了爱食，你定定来甲你教。对啦，我要来甲看着。我啥的啦？哎呦，阿妹无，伊去补货吼，3工后吼，较会倒转来啦。路远啊，你即摆要缀找人，爱3工的咯，路较远啦，规气安尼啦。等3工了后吼，咱再来店找伊，安尼好无？对啦，佮等3工，等3工，等3工，嘿啦，好啦，3工若到吼，你就来带我来找。我电话咧，去找不啦，啊不啊，你不是啦，啦。为你精心付出偌多。安尼讲遐，就是安尼讲咩？阿姑啊，我是安怎啊？是安怎？为着你差一点啊，差一点啦，你知影无？我是讲，安尼做要见我，你骗啊要报啊，要哪用一啦？无，孙诶，你袂学甲巧的吼，你无看阿伯无安尼急甲安尼破病啊严重哟。急是急啦，我想讲安尼甲骗哦，总是唔好呀。我煞唔知影唔好，这是无法度啊，不得已才着爱骗你，对唔对？你无看伊听到建华的时阵，安尼偌欢喜着偌欢喜哦。就是安尼讲咩？看到建华了哦，吼，安尼喙笑目笑啦。不管安怎讲啦，3工以来绝对要找到啦。3工以来若无找到吼，这下必活变一个更较严重。好，咱即摆别讲遮啦，咱即摆吼上重要就是安尼，认真来找就对啦。有看，我即摆吼来敲电话，叫船长吼带遐个人，伊大家妈祖庙遐吼，镇南宫遐拜拜，求妈祖吼，看会当安尼保庇咱早日去找到真正的建华咧。有你，